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以赛亚书58章第1节到12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到第6章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1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撒灰节，我们称为 Ash Wednesday。这个是教会历在开始进入大斋节期的第一天，即所谓的斋戒40天。从撒灰节的这一天开始算起40天，再加上6个主日，46天之后，大斋前期就是要进入在复活的节期。大斋节期的最后一周，我们称为圣周。当周礼拜4呢，是叫做洗涤日、洗足日，纪念耶稣基督为门徒们洗脚的日子。隔天礼拜5是受难日，英文称之为 Holy Friday， 又称为 Good Friday。2024年的复活节是在3月31日。礼仪的教会像东正教、天主教、新理会以及美国的长老教会都有这样的这一段期间的特别的经课。在撒灰节当天的晚上，教会会举行特别的聚会，并由牧师或是神父为每一位出席的兄姐在额头上画上一个灰，用这个烧金的灰画的十字架来表示忏悔。传统上，这个灰的来源是在上一个年度棕树节所使用的棕树枝烧成灰之后留下的一个，作为下一年度撒灰节所使用。但是现代可能因为环保的关系，也因为大部分地方不适合燃烧，因而许多的宗教用品店都有现成的灰膏，方便使用。大斋节期为什么是40天？教会当初设立这个节庆，其实是为了特别要纪念耶稣基督在传福音之前所面对这个撒旦的诱惑以及试探。他之前先禁食了40天。有些教会会要求信徒以禁食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的日子。改革公教会的我们并不严格要求要执行禁食的方式，但是像读经祷告反思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另外，牧师的建议是让我们就趁着这个节期的期间，将自己生活上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或是事情来做个决志，趁这个时间来改变。例如说有些人手机成瘾那有些人追剧追不停减重最喜欢吃的零食暂时不吃等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做改变。另外一个比较积极面的是去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兴趣，例如是读经写日记陪伴家人多说赞美的话
或是说运动、去登山等等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趁着今年的大灾节期，让自己的生命有所改变，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献上感谢。今天牧师就不分享太多，就请大家自己研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默想，一起来祷告。最近都在分享教会圣歌队在2023年8月27号在老教堂留下的一个记录录音。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录的第16首，是一个圣餐的诗歌。我命会变，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受难复活。今天是撒灰节，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在领受救恩之后，能够在生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见证我们是属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蒙恩的，也见证我们是活在恩典中，能够容神一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